1/3加1/16嘛，这是1/12嘛，它1.5嘛，这1/3加1/16，3.5啊，0.5，2.5，48分之一啊，32分之一啊，这12分之一嘛，16分之一，8.5，24分之一，这个什么记号？这是9.3吗？这日文呢？这日文。哦，这是用钢笔写的呢，字很小，还可以写得清楚。这是中文的中吗？1.2吗？2.5吗？2.5，5，1哦，10，13，这日文，对，是日文，24分之一，32分之一，6，44，这是10吗？5.5吗？不太清楚啊。讲解伦理啊，闽南语讲解伦理，高雄的谢讲书。人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，那2个孩子都念医科班的，那当医生的呢，然后是开那个西药房起家的呢。CM 公分，有体力是因为他很早起要去运动了。冬天早起运动很辛苦呢，要注意体温差大了。大寒流、超级寒流的时候就不要出去就好了。0.4吧，那是0.4吧。哦，这些字有的看不清楚。什么记号看不清楚？那什么？不晓得是什么？3/10，0.4嘛，24分之一吧，4/4.5嘛，10分之6，16分之一，这日文，这什么？那这好像是67 cm 公分啊，那日文的24分之一，那这什么字啊？还是中文啊？哎呀，前后呢？前面后面。有需要再去研究。已经送上2份了，这第3份了，第3次录影。有日文、中文、英文，你看，哦，分数小数点呢。有需要的再去研究啊。是0.5啊，3，2.5啊。到底是2.5还是0.5啊？
这是好像日文哦。1/3加1/16，1/8，2.9 cm 嘛，cm 公分。有需要再去研究那个数字啊，5.3，60吗？88吗？4是总统吗？这个字是4吗？3 cm， 3公分，60，2.5。27啊，77，3，那日文吧，33，这个看不太清楚，4吗？285，这3吗？4吗？3吗？10吗？3，这5吧，这5，27，哦，前面用钢笔写的很细又很清楚，后来可能钢笔坏掉还是什么原因，还是掉了，也可能钢笔掉了嘞，我还用铅笔嘞。30 cm 公分，这是多少？看不太清楚了。18呢？31。肩胸腰虎袖，37、17的那个是7。国民的地方，洋装啊，这个是洋装。4.5。国民服，不是洋装吗？那个48%的0.8，1.4，1/8，5.5，1/2，20.2，1/3是3.4啊，这10.1啊。13、12，1，是多少1/12吗？看不出来了。98。学裁缝要学这么多，真不简单呢。光画这些，记这些数字就很不容易了。哪有时间这样画的很直又有办法把那个数字记录呢？这是2吗？2.3还是23呢？这是3吗？16、6、18呢？这是18，不容易。26、38还是3.8？ 38，这是9吧？9、7、7、18、3，这是10吧？10、
23啊，2.3啊，23、45。这个是6了，60、38、23嘛，266、38、19。这日文的，然后按38嘛，68乘4啊，20、40、58、68除以4啊，24啊，反过来写是吧？68除以4，这日文的52乘52，328。有需要再研究那个数字啊，这个图大概都有画出来了。然后尺寸呢，这个呢是衣服的扣子带口袋啦，口袋扣啦，洋装口袋扣。哎呀，衣服要有放东西的带口袋啊，口袋扣。有钱，26、22、21加8，钱呢，在前面呢这边看不清楚。15是73，1.5呢，5、40，这多少看不清楚。铅笔如果手常常摸，可能就模糊了。60多年的笔记本呢，民国41年学裁缝的笔记本呢，现在110年了。这样多久了啊？69。哦，将近70年的笔记本了。哦，那么多数字，你看，69了，549、33。哦，很仔细呢，你看哪里应该多少啊？4599，这是4嘛？前面14后19，3、100、26、18。那女装啊，156，女，这是什么部分？领子啊，6嘛，36、18、62年，62、24、46，这什么？看不清楚的，是日文还是7.5？ 7.5、65年，我这日文36、2168。还画衣服，你看，看这领带，你看，22，你看口袋呢，2欧是日文的，你要懂日文才看得懂。民国41年学裁缝，你看这可能老师是日治时期学裁缝的，所以日治时期受过日式教育的。你会日文，你看
很精细的那个盯紧啊，讲这代志做盯紧，很仔细的，可能是跟明治维新以后学科学的精神，盯紧啊，实事求是啊，数据都要很清楚啊，不能含糊。3是这16还是8？又像6又像8，是8是8，啊6，15 6 18 18，然后50吗？28 6，52，口袋15。日文的效果。这什么字啊？8，然后旁边日文，6旁边然后日文，日文然后24，有数字有日文的，36、12、6、6、6，这什么日文加9呢？有需要的再去研究那个数字啊。72、75前后。前有后。用铅笔画记录还60快70年了，还这么还算清楚呢。笔画能够写那么小那么细，有需要的再去研究那个数字啊。男人的衣服袖88，女人什么？哦，还有日文，这是除以44嘛？655，这看不清楚，1.5、12、32、94、27吧。长102加5，前26，长102嘛，长102，102，不容易，很多的数字哈。这32吗？32哈，可能没有橡皮擦，铅笔的橡皮擦擦不掉呢。这31啊，3之1，31啊，31的6比一比就知道了嘛。5倍又点多少？是有扣了，14、34啊，是有什么38？这333啊，5、12、4、6、12、4、6、10、3、2、2、3、3、2、2、3，是11、15、13，这里是12还是2啊？2啦，26，男的吗？看不清楚，18、12、4、6、5，国民什么？日文。
衣服啦吼，然后布料，然后那个图板，然后那个数据啊，这是什么？7吗？7吗？那这里什么？33吗？21吗？这是多少？10吗？35、16吗？那在这里这是多少？看不清楚。21吗？这16吗？还是15啊？又像16，又像15。15，这应该16吧？15、6、7、6、3。有需要的在研究那个数字，这是36，倍是36，5、6是3。95加10，85加10等于95啊！原来是在写这个。16、23还是2.3呢？57、21、12、8。女，效果14。中是9是11。67、23、16。胸83，腰73，背36，73前面是日文了，这日文，然后55，这10啊，40，2.3还23，这看不清楚，这是6。腰啊，头，腰头。75除以4啊，不到19了。受过日本式教育的，原则上是国小学历而已呢。你看学彩虹的，好像制图也很不容易。有那个心情画，1尺2寸的，1尺2寸。也有用到 cm 公分的，也有用到尺寸的，你看，台尺寸的，尺寸哦，不是英尺，不是英寸哦。肩胳膊吧，大腿的，胳膊有这么多吗？胸啊，肩胸骨，大腿啊，还是屁股，袖，这什么字？军旗啊，这个字看不清楚了，手吗？是头吗？袖口，日文看不清楚，15、17啊，日文啊，这多少看不清楚，39，3啊，35 6.52，4啊，33嘛，这13嘛，这是13嘛还是多少？看不清楚。3啊，这怎么这样写？56减3应该是53啊。我不知道在写什么，这什么看不出来。
7啊，7啊，14啊，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7，19.565。哦，好多的数字，你看。1尺3寸腰，有多少？5哦，19、18、28了哈。2啊，这3啊，这13、24还是20吧？男3，哦，1尺3。17、3、17、29、28。这写1尺3了。28了，18、5了，18、33、56，肩42，胸94，骨63，9。名券是什么？1cm 1公分了，3cm 3公分了。这什么？看不清楚了。还是也是10cm 嘛？看不清楚是。这3呢？9、31、63、90。这8、17。这日文嘛，日文长74、7、15、39嘛。然后字也写得好，图也画得好呀。日文，肩36，胸80，袖23，背什么38，腰66，长107。腰头92除以4嘛，72还是82？又像72，又像12，又像82，看不清楚，是82吗？看不清楚，又像72，又像12，不容易。47，笔画有的是容易搞混了，模糊。9吗？3、4、33、44、15，自己判断长短嘛。12吗？15吗？前中14吗？5、16、3。大，袖长61加4，腰长108加4，2.5加4，然后30.5， 12.5啊，要20.5加4才会30.5啊，这里不弄错了。如果是12.5，如果要30.5，这里应该是要20啊。大10加小17，日文在16。26.5，51，33，还用到加减乘除，加减除啊，44除以2。
先乘除后加减。634 41万日文的。先乘除再加减，结果呢是应该是92加10括号起来才是102，然后才是除以4啊。所以这个写的方式不一样，写的方式跟学校教的不一样。先乘除后加减嘛，这样23、44、可能是以前受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。8、19、19、12，中山金呢，中山庄呢，大南国民庄呢，中山庄国民庄呢，大南啊，13呢，为什么要这样写13？这写什么？还是日文？看不出来这写什么。35吗？27啊，这日文17了3了，凶81。算国小学历而已呢，因为遇到2次大战了，美军空袭日军了，美军来空袭台湾本土，因为1941年12月份，日军去空袭人家，偷袭人家美国的美国太平洋上的珍珠港，偷袭人家珍珠港。然后美军就要来加入2次大战呢，派飞机来轰炸台湾呢。因为1894甲午战争后1895嘛，定马关条约，然后割让台湾澎湖了，被日本人统治啊。那2次大战后，台湾才光复的，民国34年10月25才光复。这41年学裁缝。所以有受过日本式教育，受教育不容易，因为早期农村的家境不好，受教育的，而且又女性不受重视，受教育的比较少，大概都是国小学历的。后来台湾光复民国80年代嘛，好像民国80年代有推动那个夜间补习教育，再去学那个国语注音符号，学中文，学得很端正，字都写得很端正，写佛经啊，写心经啊，写经文啊，字都写得很端正。凶81、38、18、36、2、18、24、38、62、32、10、18，这是多少？是34吗？不晓得为什么要写在那上面，13、4吗？21、12，可以写在旁边了哈。是财呀，不是财，那是日文的哦哟。47、21、37，可能是裁缝的专用。这是什么字啊？是日文吗？又像41，又像日文。33，4啊，这是4。38，这是8，长15。5啊，这是中央的中吗？写在上面就看不出来。9、11、14、3。这2呢？这3呢？这4。
哦，这好多的数字，2了，24，这17啊，这2，4这6，这是图，这是一个记号，说从这里到这里6，大概是6公分嘛，是343，这有日文，你看。看不出来，啊，不熟。这12，这12，这多少？40.5吗？4.57，3呢？这3呢？这4，3呢？4，8，这是8，12啊，21，然后涨一点，17，这是12哦，7，这10啊，这个10，16，3呢？3呢？你才哦哟，这是日文哦。什么里啊？A 里还是24？28、10、16，这日文呢？9了，12、7、4， 58长，52，1寸2，1寸2，1寸2就是1寸2寸。哦，笔还是什么？36、15啊，洋装啊。腰啊，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啊？会不会是那个屁股？7腰71，屁股比较大，你看7腰93，长96加10啊，这还日文呢。蒙贝萨女22，无啊，1.1啊，1.1啊，中点，中心点，线段的中点，中心点，5.5，3啊，22，这日文这17，32，95，16，哦，这日文，妈妈扣还是什么？3，这日文，3呢看不太清楚，12、12、42、3。有腰有屁股有长的，日文你看，3啊，10啊，中12，1.1， 1.1吧，4.5， 3、2，15，不容易，你看，可能是要折了，可能要把它折，要折的时候要多长的距离要折？21.823，日文3。你有看到吗？中华民国41年8月1日的，能够有订报纸还不简单呢，家境也不错啊，外祖父是
日治时期壮丁团那个宋江镇那个拿火起的。日治时期的壮丁团就是从宋江镇来的，地方上的所谓武力就是宋江镇的，然后拿头旗的宋江镇的，那来自那个《水浒传》的故事，《水浒传》的故事，《水浒传》写那个宋朝宋江等108好汉，是江南地区的梁山泊108条好汉。南宋的哦，北宋徽宗啊，北宋末年的北宋徽宗有称赞他们呢，有招降他们，然后有派他们去平定内乱，征方腊，方腊好像是南方的，有些宋江郑氏兄弟在征打那个在战争中有牺牲了呢，后来被封为神。你看，36天罡72地煞，总共108条好汉呢。阿拉伯呢？那阿拉伯是穿这种服装的吗？字是写这个拉呢，现在是拉东西的拉，阿拉伯。那夏威夷穿草裙，夏威夷穿草裙。那荷兰真的是穿这种服装吗？宽阔的裤子那么宽阔，像灯笼裤了。介绍那个农村儿童啊，中华民国41年的猜拳歌，你看。史达林、朱德、毛泽东闹和平，反攻大陆，尹德胜，四海有应中国兵。这好像是台语耶，这台语的呢，用台语念的哦。一支镜头啊换一啥？一段是一军啊，强毁卖咱的江山，希望大家熬讨趁，拍回大陆无为难。两支镜头啊量上好，强毁害咱的同胞实在欺负到。挂咱猪仔尾，连头壳，挂咱猪仔尾连头壳，挂咱猪仔尾连头壳，头壳了，连头壳，迄字是壳呢。三支镜头啊换三星啊，大陆同胞最可怜。反攻解救最要紧。那倡导反攻大陆，解救大陆苦难同胞，说大陆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民国41年的报纸，反攻解救最要紧。说就抓要活掠斯大林，活掠斯大林。俄国的领导者斯大林，4支镜头换4人。这毋知咧画棍的画棍歌啊！你嘛一军相好，三心四凤，
5支镜头的，4支镜头啊，换四方，军民合作是应当，训练轻仔自毛党自敌毛泽东啦，党对，共产党加强今年大反攻，反攻大陆，5支镜头也无地用，史达林自敌毛泽东会强烈废，自毛废，闹和平，此次反攻稳得胜，四海有名，中国兵。还佫6支镜头咧，7支镜头咧，换7彩哦，6支镜头6连啦，7支镜头7彩啊，8支镜头8仙啦。要战术自谋，做烟钱，烟肠就是那个香肠烟钱。这真的是台语念的。9支镜头换快道，反攻什么武啊？咱镜头，反攻任务咱经到头，强匪遁地也难倒啦毋是要啥物走，遁地也无地走呢。陆海空军4面包啦，10支镜头换总开总开，因着反攻蒋总裁啊，蒋中正总裁啊，迄字应该是才，毋是宰哦。下骹应该是一个衣服的衣，毋是木头的木。国语是念作菜，总裁。打倒苏俄自毛派自敌毛泽东，欢迎三军营归来。无出镜头反对队，苏俄强匪做乌龟，乌龟啊，毋通啥物听，毋通误听，但听无迄个厝顶哦。是听无迄个厝顶，这听头的听毋对，字音毋对，奸鬼的喙呢，奸匪的喙啊，将来无所通可归，无作事。镜头就指头了，本来有漫画片，后来删掉了。那漫画台湾省农业试验所，对台北车站早坐1路公共汽车到中站，古早碎石路，你看。好番薯的育成的优良品种有数十种。民国41年咧报番薯育成的优良品种就有数十种。咱讲台农几号，无简单的吼。这就是拢咧翕仙人啦，做新人翕仙人咧做生意的啦，做着才知影艰苦啦，行拢艰苦啦。即摆做生意看人咧做官好，想讲要去做官啦，做官煞啥物犯，互人判讲贪污啊，判刑。所以做
倒一项都拢艰苦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唔通安尼嫌闲人啦！在自己的岗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啊！哦，市金40箍，民国41年安尼，这安尼一本笔记簿啊，40箍。民国41年到即阵已经都要70当年了，110年了。今天8月4号了，这个报纸是8月1号，110扣掉41是79了，60，靠了，110扣41多少还搞不清楚，79、69啦。110扣40是70的，因为是扣41，所以是69年了呢。69年了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笔记本100，哦，这笔记本快70年了，民国41年买的，那个时候一本要40块呢，以前的钱很大呢，台湾光复后呢，有一阵子说是几万块钱换新台币1块钱啊，好像是4万块旧台币换新台币1块钱呢。按这个41年是离那个34年光复，然后38年政府才拨迁来台，然后拨迁来台后3年，民国41年，哦，那个时候的钱很大呢。发行新台币1块钱可以换旧台币4万块呢。你看战争失败，改朝换代换政府，那个钱就变旧钞票、旧钱、旧币就变不值钱了。你看，所以还是积德不会受这个时代空间的影响而变质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！所以讲师在讲解伦理。